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哲今日下午2点搁开羁押庭，被阿妈在法院裁定羁押禁见，移送看守所。开美丰台7月底扫北汉滚落青人死亡，根据南韩媒体报道，金正恩是起甲处决30个地方官员。菲律宾班班市的前市长郭华平，暗号诈骗集团搁假造出身，事实上是一个中国人，逃亡2个月，伫咧印尼落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这件花城案件进展。北检控告成功了后，民进党的党主席郭文哲今日下午2点是搁开羁押庭，被阿嬷在台北的地方法院是裁定郭文哲羁押禁见，人是已经送去台北看守所。民进党主席郭文哲靠手铐慢慢行向警备车，逃离了无讲话。警备车驶出车道，在支持者加油声中，郭文哲下午暗时被载去台北看守所。主席会担心被羁押吗？还是会选择拒保吗？郭文哲早起9点外到北院面对提问笑眯眯。检验侦办金华城案件，郭文哲原本无报请回，检方提起控告了后，高院撤销北院原裁定发回经裁。北院下午2点正式开羁押庭。郭文哲律师团甲检方2度攻防，经过2点半钟开庭，结果大平盘。法院尾暗5点裁定郭文哲羁押禁见，指郭文哲明知增加过悬，超过560%容积，互金华城医院违背法定依原即期为止，互共犯违经集团主席陈聘金迄不法利息200多亿，涉犯贪腐治罪条例多例罪之，犯罪嫌疑重大，裁定羁押，搁禁止接见通信。就是现在心情蛮复杂的。谢谢。郭文哲律师郑清源伫裁定了后，真紧离开北院，面色震动，被问到是毋是提起控告无讲话，已经被受押的申请人律师何元良以申请人因回答健康因素这理由提出控告，影响被助理高顺民也提出控告。阿伯已经被公告说羁押禁见了。郭文哲支持者也伫爱国西路社团发声郭文哲爱听主。好，那你现在要去开会了吗？对，好，我觉得我现在 OK， 好，谢谢你哦，谢谢，辛苦了。原本咧就广播节目的黄国昌知影郭文哲被羁押，提前离开。民进党应变小组会紧密开会，全党要团结捍卫郭文哲性命。我们认为此案的关键在于证据，而不是政治。没有人可以操弄司法，民众党也不要来操弄民粹，就让证据说话。大家一起尊重法官的裁定。面对所有的司法案件，国民党一向秉持着勿枉勿纵的态度，强调程序正义、司法公平，希望司法单位能够依据事实证据办案。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淑培亚出，包括公司8月10日发停业清算，到即马拢无申请。台北市商业处证实，到9月初4为止，还未收到包括公关公司申请停业休困或者是其他变更的记录。记者综合报道。今年2月，中华新港有3个车底是咧过车路的时阵，去互一个无驾照的赛车弄到。其中这9岁甲10岁姊妹受重伤，分别到当时已经半年外。使人艰苦的是，今日早起这10岁姐姐也是未堪及而回人世间。也若是9岁妹妹，目前是分泌指数3，生命现象稳定，也在治疗当中。今年2月，因为车祸受重伤，10岁姓陈的查某囡仔，经过197天的医治，初5载时因为中枢神经衰竭过往，家属接到消息都真伤心。有想姐姐吗？很想她。很想她了哦。现在大姐的情况已经就是这样的啊，希望还有妹妹能够赶快好起来，因为弟弟真的很想他们。这中间曾经在3月13号醒过来。很不幸，在5月1号，他就因为急性的水脑症造成昏迷，后来神经中枢衰竭，在今天早上6点55分过世。今年2月，住伫新港的3只地仔，拢红灯过车路，行伫斑马线时，煞不幸，互一位无驾照赛车的小姓驾驶弄到，造成9岁甲10岁姊妹仔受重伤。初5即天，10岁大姊因为中枢神经衰竭过往，9岁小妹目前是伫咧汉明基督教病院治疗。因为他一来的时候是使用呼吸器，然后重度昏迷，昏迷指数3分。
那我们持续的是希望能够跟他长期抗战，所以我们非常注意他这个因为长期使用呼吸器会不会有相关的并发症。汉明基督教病院表示，教会圣诞的细汉小妹因为分娩时间久，除了要注意并发症的发生，病院嘛积极透过复健科复健加中医科调理，目前性命现象也算稳定。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今日伫咧北京起果，为着友我非洲国家，中国是降大钱支援非洲，互因免关税优待。目前在非洲唯一无去参加这场峰会，是咱台湾伫咧非洲唯一的邦交国史瓦蒂尼。中国疫后上大规模的主张外交活动——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伫咧北京举行。非洲含中国建交的53国，含非洲人民委员会拢参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咧初5开幕式，对非洲国家是放出一大堆好康的。现代化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国都不能掉队。以中非现代化助力全球南方现代化。甲非洲友过来因这边捧出牛肉，中国要扩大市场开放，提供100%税务产品零关税的待遇。马上去捐愿非方人民票10亿，国画大饼。未来3年要提供3600亿人民票合代票1.6兆的资金来支持。不过，唯一一个无参加的中非论坛的非洲国家，就是咱的友邦史瓦蒂尼。斯威士兰同台湾地区发展官方关系不符合斯方的自身利益。我们相信斯威士兰迟早会认清国际大势，做出符合历史潮流的正确决定。咱的友邦是一堆动作。习近平初日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会面，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讲台湾是中国袂当分割的一个部分。咱的外交部严正批评。外交部对于中国一再借由与他国领导人会谈以及举办大型国际会议的场合，贬损我国主权，予以严厉谴责。外交部强调讲，任何国家拢无权用生命来否认台湾的主权。台湾坚持自由民主的信念，袂因为中国的压迫来改变想法。未来嘛会继续以民主、和平和自由做核心，强化和理念相活伙伴的合作，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外还有啥物重要的消息？咱做回来看。头先来看这就台了后，就甲咱台湾登高的洪都拉斯的总统卡斯楚，这阵是去洪亚康讲，伊的家族内底有人甲夺款募款，改斗中竞选资金。卡斯楚就出面强调讲，伊反对毒品、反对贪污的立场，不过要求伊落台负责的声音已经开始咧清悬。接落来看今年第2季来咱台湾佚佗的旅客是日本人上界多，超过韩国人。香港、澳门的旅客是比去年搁较少。华联的观光业者是认为讲，这款人数下降的情形，应该是甲4月大地震有关系。上尾来看咱国内基本薪水，明年是确定会搁起，已经连续9年有调悬啊。这月薪是调到28590块，要若是做线工的，是1点钟190块。薪水调悬就会增加请人的成本，这让真烦恼讲这物件是又搁要起价啊！国发会就表示会注意相关变化。接落来，咱来关心国际消息。凯比风台7月底扫到北韩，造成严重的水灾甲水崩山，有几千人死亡。根据南韩的媒体报道，这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是去甲处决30个地方官员。另外，在暗这北韩是搁向南韩放400外粒的喷射机轨，有超20外粒是落伫咧首尔港附近的地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豆豆行落山坡，坐树林船去视察灾情。北韩7月底因为凯比风台侵袭，和北部的珠江道、还有平安北道地区严重做大水甲土石流，造成4000人死亡，还有15000人无厝通转去。韩联社报道，风台造成重大灾情，让金正恩真生气，谴责官员无对暴雨的灾情做好准备甲应对。伊伫视察各地灾区了后，伫8月31日主持劳动党的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时，表示会严格处罚部分的干部，认为这些官员无做好劳动党甲国家后因的重要职务，才发生这么多无法度原谅的人员伤亡。纽
育邮报引用南韩媒体 TV 朝鲜的报道，讲金正恩伫8月底用伫造大水期间涉嫌贪腐失职做理由，下令处决20名到30名的地方官员，这些官员真侪拢是同济区主港道的官员，而包括北韩的社会安全大臣、平安北道，还有主港道党委会责任书记张凤勋，还有朝鲜劳动党公安部长李泰燮，拢伫紧急会议内底互撤职。不过正式传出处决官员的消息，阁无法度证实。除了做大水天处官员以外，北韩阁一摆向南韩空飘喷射机轨。根据韩联社引用南韩合同参谋本部的消息报道，北韩测试暗时向南韩空飘大约420个喷射机轨以后，车5早起9点外，伊阁飘送另外一批喷射机轨，暂时已经有20外个机轨落伫首尔甲京畿道的北部。当局检查了后，发现飘送的物品是废纸，还有塑胶干仔遮的粪扫，无有害物质，袂对大众造成危险。这嘛是北韩伫1个月以后，今年第13届向南韩空飘喷射机轨。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益。美国的乔治亚州又搁发生校园枪案，有2个老师、2个学生，计共4个人死亡，9个人受伤。目前这凶手是已经抓到啊，敢若14岁尔，而且同款是这间学校的学生。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接到报案了，随赶到乔治亚州的阿巴拉契中学，这伫首府亚特兰大差不多80公里。Like pop pop, and then after that, like our teacher wants to like spy out the window. She's like, everybody get down, and they can hear like 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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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 like just going off. 凶手入去学校内面开枪，造成重大死伤，老师、学生拢真惊吓。一开始美籍的教授要走去美食卡球场。警察入去学校内面，家长也赶紧找囡仔。We got a call from our 17-year-old who informed us of it, said it was live on Facebook. 这间中学差不多有1900位学生，随封锁清场。有记者讲，看到一个人倒伫咧担架顶头，互直升机载走，大家拢唔敢相信，开学竟然会拄到死亡枪击案。乔治亚州调查局讲，正协助地方官员，也建议调查期间，附近任何人拢卖花棍。He is a 14-year-old student here at the high school. Again, he has been taken into custody. He will be charged with murder and he will be tried as an adult. 美国总统拜登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发声明讲，开学应该是快快乐乐，怎么煞变做可怕的提醒，互大家知影政治目的是安怎伫咧继续踢破咱的社区。这件校园枪击案和枪击管制辩论更加激烈，也互家长真担心。怎么囡仔成长过程伫学校内面进行枪击案演习，已经是真普通的代志。不过，这款事件对全国政治法律的推测，敢若是无啥作用。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搁差不多2个月，美国特别选总统啊，副总统贺锦丽接拜登出来选了后，这选情是甲对手共和党的 Trump 真得甜。根据 CNN 的民调，这6个关键州当中，双方是有来有去。亲像这威斯康星甲密西根是贺锦丽赢较济，领先5%以上。要若是 Trump 较占赢面的是上下卡迄个亚利桑那州，嘛是赢贺锦丽5%。要若是中这3州，乔治亚、内华达甲宾州，拢是有拼，胜输胜赢也阁真歹讲。贺锦丽甲 Trump 的头一场面对面电视辩论会对决，会伫咧当地时间9月初10后礼拜2举办。顶回拜登就是因为这辩论的表现伤过歹，声势一路溜去。这回这辩论敢会带来新的关键变化，大家当继续关注。在选民闹热欢呼声当中行就台，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拜三去圣罕布夏州造势，向选民表示民主党政策，也讲到这次发生伫乔治亚州的校园枪击案，强调只有管制性才能阻止悲剧。That parents have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school worried about whether or not their child will come home alive. It's senseless. It is. We've got to stop it. And we have to end this epidemic of gun violence in our country once and for all.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是讲凶手病太小讲，不过已经9月正经历枪击暗杀，有关无改变支持有情的立场。21月总统大选到头算，美国主要2党候选人伫移民甲情的管制者核心议题激烈交手。
美国媒体上新民调显示，来关键摇摆州选情议员经伫遐，何金利伫威斯康辛甲密西根州有优势，川普伫亚利桑那州领先，乔治亚、内华达甲宾州两人是持平状态。其中上关键的是宾州，伊是美国选举团制度中票数上大摇摆州，有19场选举人票。一礼拜进前，总统拜登就参加民主党宾州造势，为何金利下台。共和党内部反川普声音也无停。经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马克莱西纳霍斯吉米最近直接加入民主党支持何金利，保守派前众议员利兹前年进前公开表明会将票投给何金利。And as a conservative, as someone who believes in and cares about the Constitution, I have thought deeply about this. And because of the danger that Donald Trump poses, not only am I not voting for Donald Trump, but I will be voting for Kamala Harris. 何金利甲川普之间的第一场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70会伫费城登场，甲顶一摆同款用怪麦克的机制，也未轮到发言的候选人明插喙影响对手。现场无观众，候选人也明早写的谱上台，因为美国选民高度关注电视辩论，候选人表现会影响帅气的选情。公司新闻勇敢评价。捌做过菲律宾班班市市长的华裔女性桂花萍，伊是涉嫌暗号诈骗集团假造出身去互菲律宾通缉，逃亡2个月，伫咧9月初3伫印尼去互掠到。这个桂花萍其实是中国人，伫咧2003年的时阵摕中国的护照入境，用这假资料摕到菲律宾的国籍，而且竟然是伫2022年的时阵选调这班班市的市长。不过，这任内是牵涉真侪歹代，甚至佮甲洗钱、人口买卖有牵连。不过，这阵大家佮较关注的是伊这中国人的背景，怀疑讲伊敢是中国派过菲律宾的间谍。这是桂花萍伫印尼互人逮捕了后，由印尼警方押解移送的情形。逃走1个月过，总算互掠到的桂花萍，菲律宾总统虽表示感谢印尼执法单位的协助。The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two governments has made this arrest possible. Let this serve as a warning to those who attempt to evade justice. Such is an exercise in futility. The arm of the law is long, and it will reach you. 桂花萍伫菲律宾参加电影选举期间，讲家己是华裔雇主甲菲律宾使用人的私生女。生日是1986年7月12日，伊互人控告伫班班市市长任内阿豪诈骗集团，以线顶跋筊中心做阿豪，佮牵涉到人口贩卖这个罪行，去互菲律宾国会调查。Lumaki po ako sa Farm Your Honor. Tinago po ako ng tatay ko po. Lumaki po ako na ako lang po. Pinupuntahan po ako ng tatay ko po araw-araw. 暗过回顾检调单位发现，桂花萍毋那么用 Alice 哥这个华裔菲律宾人的名，比对指纹了后，佮查出伊的真实身份是1990年8月，伫中国福建出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伫2003年摕中国护照入境。案情发生了后，桂花萍的市长资格去互人撤销，伊加入的民族主义人民联盟嘛，甲开除党籍。对本案，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讲，桂花萍会当成功逃出境，代表司法体系也是有贪污问题，必须爱整顿。若是涉案互人逮捕的桂花萍，小马可斯搁再讲法网万毒。毋过桂花萍伫新闻期间应该有的权益，也是会得到保障。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尼为着啥人去因遐住，是推出买厝补助的计划，相关是补助3万块的欧元，互咱的代票就是106万。而且毋敢若是因本国人，只要是欧盟的公民，甚至是有10年以上居留证的人，拢会当请。伫咧意大利中部斯托卡尼山区的这个村，虽然风景正水，但个人一直搬喺外地去。即马村内面的人数剩无到800人，店也只敢若剩1间尔。We've adapted by offering different services such as mobile phone contracts, but we also sell tobacco because before there was a bar, but now it's closed. 村内人拢选走，4月拢是空厝，伫即马当地就50间厝无人住。像这栋厝，2020年开始要卖几多年拢卖袂出去。不过即马确定有人要来住，27岁才卖你爱你，打算要自多次搬来庄卡。伊讲伊的伴侣一开始先租厝，即马打算直接买厝。Il proprietario chiede 58.000 euro.
58000澳元换算代票差不多200万，不过即马加卖你爱离可能政府一半的计数，因为政府伫咧三补助计划有机会让得到上悬3万澳元106万代票的补贴。It's an enormous help. Not everyone has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to allow them to buy their first home. 为着要吸引民众搬来，斯多卡尼政府拨款280万澳元来作为买山区厝的补助，而且无限定本国人，若毋是住伫咧意大利山区的欧盟国民，或者是有10年以上居留证明的外国人，拢会使申请。There are currently 10 children in the local primary school. That's very few, unfortunately. We need these kind of incentives to keep the school open long term. 即马已经有1000人提出申请。托斯卡尼政府是讲，除了买厝的补助，也鼓励小型企业投资，协助交通加工业建设，希望会让有更加侪人搬来山区，带动当地村庄的经济活力。公司新闻市湾玲编写。美国德州的新创公司 Icon 是用3D 列印的技术来起厝，那速度紧嘛较有动。这2年伫咧德州是要起100户，已经强要完工啊！咱赶紧来看。透过美国德州Icon建筑公司的火星3D 列印机，厝的壁就伫咧层层的列印对贴当中豆豆出现。And for these homes in particular, after 10 feet of printing in a few days, you have the wall system for a house. 建筑专用的火星3D 列印机，宽13.7公尺，重4.75吨，用暗涂粉、水、刷甲其他材料混合物，用层层对贴的方式加蓝孔来起壁，最后才做规栋厝。这个厝拢是1楼的平房，有3到4间房间，每一间差不多需要3礼拜列印完成。不过列印进前的地基甲金属厝顶，依然爱用人工来起。列印完了后的壁有正特别的纹理质感，也佫有防水、防生菇、防白狗血特性，也佫较能适应德州的极端天气。劳伦斯甲伊查某朋友安琪拉买伫德州乔治城沃尔夫农场的3D 列印厝，真满意。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壁材质转换性强，会影响厝内底 WiFi 信号。Yes, it feels like a fortress. So I am confident it could go head on with some, maybe an F2, F3 tornado and be pretty resilient. The concrete floors are very cool, literally. And the quietness. We're right next to a bypass, and you can't hear anything, so it's very quiet. Icon 建筑公司甲总部伫福州的建设公司加上单位 BIG 建筑事务所3方合作。2022年11月开始，伫沃尔夫农场开始起100间厝的3D 列印社区，不到2年已经接近完工。目前已经被超过15户，每户42到56平，计销伫14万到1900万台票之间。3D 列印社区的出现，必然有希望减轻美国大的问题。公司新闻警员庆编译。英国伦敦大都市有真侪工作机会，当然这外地人若去遐食头路，这税厝的成本就会真重，所以讲真侪人就会选择找人做伙租厝，分担厝税。不过，若是这生活习惯袂好，过着嘛真痛苦。所以讲，伦敦最近就有一款联谊活动，是互车婚人有机会先互相了解，看讲敢有适合做伙住。规阵人拄将见面就正热情伫咧拍招呼。这间酒吧内面会满满的拢是女性的人客，大家拢伫咧自我介绍，尽量要互别人有好印象。这毋是普通的联谊活动。来参加的女性，因的目标拢同款，就是要伫遮尔侪人内面，拣一个上适合的人做阵细厝。To kind of get to know all these nice girls and see which ones I gel best with, because it is really tough and you feel a lot of pressure to quickly find someone because it's so quick in London to find a place. They go so quickly. 英国大伦敦地区吸引来自全世界各地人来遮拍拼。不过，这座国际城市厝租真贵。根据房地产公司的资料，这市中心，比如讲西敏市或者是肯辛顿加切尔西，那较好的厝，一个月厝税超过3100英镑，代表12万5。那较远的格林威治或者是10，也要1900英镑左右，代表7万9。真侪人拢无材料一个人洗，所以就想要找人做伙洗厝，分担租金，也有各种费用。Demand keeps going up in London, and then supply doesn't keep up. So that per se implies
the rent is going to go up. The other thing I think that is contingent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the increasing interest rate that put lenders in a bad spot, and therefore they pass this cost on tenants, making the rents even higher. 租厝的人平均因的租金就占收入的35%到40%，但是这个比例以后几年可能也会增加。英国新甘东政府北讲，要透过绑定起新厝的限制来解决危机。不过因为目前是欠适合的所在，也有开发的计划，这项提议可能会互人反对，搁要等几落年。公司新闻牛眼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好。